年代旅行社伫过年时啊呢，伫越南、伫富国岛呢，将人客即个放粉鸟即个案件发生后，有将近200人客也未出团。目前呢，防疫旅行社表示讲愿意接手，也未出团的人客呢，只要报查验就会当出团。不过呢，品保协会提出警告，讲啊，即个有严正声明讲，若无指定也是委托任何即个旅行社处理年代即个后续转团的事件，啊，即个防疫旅行社若真正要代替年代出去即个。处理这个出团者，对着已经人纳钱纳了的人客，袂使佫共受任何费用；对着家乐福定金的人客，嘛袂当佫重复收机票的费用。啊，年代伫旅游，这个年代旅游社呢，伫3月份甲新宇航空承包这个包机的机位问题，北检目前是依照诈欺案伫进行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